講起百家樂喺澳門賭場嘅王者地位，唔係一朝一夕咁簡單，係幾十年嚟靠佢獨特嘅魅力，一步步累積出嚟。規則簡單到爆，玩家基本上唔使諗咁多嘢，只需要喺莊同閒之間揀邊個，壓邊個嘅點數最接近9。呢種好似擲蠔咁直觀嘅玩法，加埋華人傳統中意對賭嘅心態，好快就俘虜咗亞洲，特別係華人嘅心。長久嚟講，百家樂台嗰條清楚分明嘅界線，莊贏抽水5%，閒贏就1分錢都唔使俾，好似營造咗一種微妙嘅平衡，變成賭場最穩陣、最龐大嘅收入來源。不過，任何一種霸佔市場嘅產品，都逃唔過市場規律嘅審視。當一種玩法變得太經典，就可能代表老土。嗰5%佣金日積月累喺博弈入邊，慢慢變成多方都唔滿意嘅痛點。對玩家嚟講，每次莊贏俾荷官扣零頭，唔單止打斷咗贏錢嘅爽快感，心入邊仲好似俾人收緊咗一筆稅，令人唔開心。對賭場營運嚟講，呢個計算過程，特別係大注或者唔係整數籌碼嘅時候，超級費時，拖慢晒成個牌局節奏，降低咗每小時翻台率，仲對荷官嘅算術要求高咗，一唔小心就出賬目糾紛。喺競爭越嚟越烈、效率至上嘅現代博彩業，呢個看似小小嘅操作瓶頸，已經變成急需優化嘅環節。大家好，歡迎嚟到籌碼風雲錄，中意嘅朋友可以訂閱、留言、分享啊！正係呢個背景下，幸運錄應運而生，佢以免容百家樂嘅革命姿態登場，精準咁戳中咗玩家嘅心理痛點。核心邏輯係對傳統佣金制度一次巧妙重構，佢唔係真係免除咗佣金，而係由普遍收取變成集中爆發。喺呢個新規則下，玩家無論壓莊定閒，贏咗都唔使俾個5%。呢個瞬間就俾玩家一種解放嘅錯覺，好似自己喺度玩一場更公平、更純粹嘅對決，每次勝利都係足額回報。不過，賭場設計師早喺概率另一邊設好咗平衡點。當莊家用6點贏牌嘅時候，賭場會由贏家嘅派彩入邊抽走高達50%嘅巨額佣金。呢個改動真係神來之筆。從營運效率睇，佢徹底消除咗絕大部分牌局入邊繁瑣嘅計算環節。荷官只需喺極少數莊家6點贏嘅情況下，先至做一次大額抽佣，極大加快咗遊戲速度。等賭台喺同樣時間入邊處理更多牌局，變相提升盈利能力。從數學期望睇，賭場透過精準計算，確保呢種偶發性高額抽佣喺長期大數法則下，總收益完全唔輸俾，甚至可能略高過傳統5%嘅穩定抽佣。玩家用大多數時候嘅輸心換取特定時刻嘅劇痛，而賭場喺唔損失1分1毫利益嘅前提下，成功優化咗營運，仲俾咗經典遊戲一種全新嘅吸引力。不過，免容百家樂嘅台面革新只係第一步，真正展示賭場設計師高明嘅地方，係伴隨而生嘅嗰個同名獨立投注選項幸運6邊注。呢個先至係呢場變革入邊賭場真正嘅殺手鐧。如果講免用規則係對現有玩家嘅安撫同效率提升，咁呢個附加投注項就係對玩家心入邊投機慾望嘅精準引爆。賭場好醒目咁捕捉到人性入邊嗰種以小博大、渴望一夜暴富嘅強烈衝動。傳統百家樂雖然穩陣，但佢1:1嘅賠率扣咗佣金後，明顯滿足唔到嗰啲追求強烈刺激嘅賭徒。咁於是幸從6邊注應運而生，佢以高達12倍，2張牌組成嘅6點20倍，3張牌組成嘅6點乃至更高。某啲版本入邊對特定組合嘅超級幸運6賠率，甚至去到50倍嘅誘人賠率，喺平淡嘅莊閒對決旁邊，開闢咗一條通往瞬間暴富嘅捷徑。呢條捷徑嘅入場券投注額通常唔高，等玩家喺做常規下注嘅時候，好樂意順手擲啲籌碼喺呢個高賠率區，權當買張彩票。
可玩家好多時忽略咗任何偏離標準賠率嘅玩法，背後都藏咗極高嘅賭場優勢。傳統百家樂嘅賭場優勢控制喺1.幾嘅極低水平，而幸運六呢種邊注嘅賭場優勢，根據不同版本規則，可能飆升到10%、15%甚至更高。呢個意味住玩家每喺呢個選項入邊投100蚊，理論上喺長期統計入邊就要俾賭場食咗10幾蚊甚至更多。賭場利用主遊戲莊閒嘅公平表象，巧妙咁掩護咗附加玩法幸運六嘅極端不公，等玩家喺追求嗰虛無縹緲嘅幾十倍回報入邊，唔知唔覺咁持續流血。當莊家一邊嘅投注生態俾幸運六成功改造之後，賭場設計師自然將目光投向牌台嘅另一邊閒家。喺傳統百家樂認知入邊，閒家一方因為贏錢唔俾抽水，總係俾一啲玩家視為更乾淨、更純粹嘅選擇。為咗平衡牌台兩端嘅誘惑力，亦都為咗進一步挖掘閒家支持者嘅投注潛力，一個同佢對仗嘅全新玩法幸運七就被推向市場。幸運七嘅設計思路同幸運六一模一樣，佢同樣係一個獨立嘅高賠率附加投注項。佢嘅規則通常設定為，當閒家用7點贏牌嘅時候，玩家會根據閒家係2張牌定3張牌組成嘅7點，攞到唔同嘅賠率。而佢嘅超級幸運七版本呢，就將呢種刺激咧推到極致。例如，當閒家以特定3張牌7點擊敗咗莊家嘅特定牌型，例如6點，而且總發牌數去到5張或者6張嘅時候，賠率可以飆升到30倍、40倍，乃至令人血脈離張嘅100倍。呢個100倍嘅數字，好似一粒精神原子彈，喺賭台上引爆咗玩家所有嘅幻想。佢創造嘅可能性，足夠令任何理性嘅概率計算顯得蒼白無力。同幸運六一樣，幸運七嘅賭場優勢同樣被設定喺極高水平，遠超傳統莊閒。賭場嘅邏輯好清楚。透過喺莊閒兩邊同時設高風險高回報嘅陷阱，無論玩家係莊家嘅擁躉定閒家嘅信徒，都揾到一款為佢量身訂造嘅投機工具。咁樣賭場唔單止由傳統莊閒對決入邊穩定抽水，或者透過幸運六變相抽水，仲能由呢啲高優勢嘅邊注入邊攫取巨額嘅額外利潤。呢種持續不斷嘅微創新背後藏咗澳門博彩業面對嘅深層焦慮同戰略考量。任何一個行業，就算係博彩業咁暴利，都逃唔過產品生命週期嘅束縛。當百家樂傳統玩法喺幾十年間俾無數玩家食透之後，新鮮感退去係必然嘅。更重要嘅係澳門面對嘅區域競爭越嚟越烈，新加坡、馬尼拉、越南、柬埔寨乃至虎視眈眈嘅日本，都喺度用更新穎嘅度假村模式、更優惠嘅政策同樣令人着迷嘅博彩項目，爭搶同一批國際客源。特別係嚟自中國大陸嘅龐大客群。與此同時，無孔不入嘅網上博彩平台更加以佢嘅便捷性不斷蠶食實體賭場嘅市場份額。面對呢種內憂外患，澳門賭場必須喐手。幸運六同幸運七正係喺呢種壓力下一種低成本、高效率嘅防禦性創新。佢唔使賭場重新設計一款遊戲，唔使換昂貴設備，甚至唔使對荷官做大規模再培訓。佢僅僅係喺原有最受歡迎嘅遊戲框架上嫁接新規則同賠率，就成功製造出新產品嘅轟動效應。呢種創新既能令嗰啲已經玩厭傳統玩法嘅老鳥眼前一亮，重新燃起探索嘅激情，又能令初來乍到嘅新手喺莊閒之外，即刻俾嗰幾十倍上百倍嘅賠率吸引，從而更快投入博弈之中。再深一步探究呢啲幸運數字嘅選擇，本身就係一場對亞洲，特別係華人文化心理嘅精準投餵。數字6喺粵語文化入邊，諧音6象徵順利同財富有天然嘅親和力。而數字7雖然喺某啲語境有7上8下嘅唔確定感，但喺西方文化入面經常被視為幸運數字，而且喺博彩語境入面，7呢個點數本身就有微妙嘅戲劇性。
當賭場將呢啲帶強烈文化符號同心理暗示嘅數字同幸運呢個詞捆綁，再配以高額賠率嘅時候，佢哋就唔再係簡單嘅投注選項，而變成一種彩頭、一種祝福、一種玩家樂於追求嘅好兆頭。呢種文化上嘅共鳴，極大降低咗玩家接受新玩法嘅心理門檻。可以預見，按照呢個邏輯，未來澳門賭場好大機會繼續沿呢條路行落去。我哋幾乎可以肯定，基於數字8發財同數字9長久至尊嘅衍生玩法，早已喺賭場產品設計部門嘅藍圖入邊。佢哋或者會以幸運8，例如莊定閑以8點對子贏，或者至尊9，例如特定組合嘅9點嘅形式出現，配上同樣令人咋舌嘅賠率，繼續收割玩家對吉祥數字嘅執念。歸根究底，澳門娛樂場推出幸運6同幸運7，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商業陽謀。佢完美融合咗營運效率提升、市場競爭需要、玩家心理精準洞察同地域文化巧妙運用。賭場表面上放棄咗穩定嘅5%佣金，換取更快嘅遊戲節奏同玩家嘅好感。實質上，佢哋透過免佣規則嘅數學平衡，保住咗基本盤。再透過幸運邊注呢一個高利潤附加包，開闢咗全新利潤率高得驚人嘅第二戰場。對於絕大多數沉浸其中嘅玩家嚟講，佢哋以為自己攞到更多公平嘅遊戲機會同一擊致富嘅可能性，卻喺唔知唔覺入邊踏入咗賭場優勢更高、風險更集中嘅概率陷阱。賭場利用咗人性入邊無法克服嘅幸存者偏差，只要有一個人真係喺眾目睽睽之下，用小籌碼博中咗個100倍嘅超級幸運7，呢個傳奇故事帶嚟嘅示範效應，就足夠激勵成千上萬嘅後來者，用佢哋必然嘅喺大數法則下失敗，去堆砌賭場嘅巨額利潤。呢個就係澳門賭場喺百家樂呢個古老戰場上玩出嚟嘅最新，亦都係最高明嘅數字遊戲。當人哋行入澳門嗰金碧輝煌、聲色犬馬嘅娛樂場時，百家樂賭台無疑係成個場域嘅心臟。佢以一種看似最簡單、最純粹嘅二元對決莊同閒，吸引咗超過80%以上嘅投注額。呢種表面嘅簡潔性係佢風靡亞洲嘅根源。佢迎合咗一種渴望直觀、快速、近乎宿命般對決嘅文化心理。不過喺呢種近乎原始嘅簡單之下，藏咗賭場營運者長達幾十年，基於海量數據、精算模型同行為心理學不斷打磨嘅精密結構。呢種結構嘅核心始終圍繞一個永恆嘅平衡：點樣喺確保賭場數學優勢 house edge 嘅前提下，最大化玩家嘅遊戲時長同投注衝動。傳統百家樂嗰條莊贏抽水5%嘅規則，正係呢個平衡嘅基石。但係隨住時代演進，呢個基石開始露出裂痕。澳門娛樂場好醒目咁捕捉到呢啲裂痕，而幸運6同幸運7嘅推出，就係佢哋針對呢啲裂痕進行嘅一次堪稱外科手術般精準嘅結構性升級。呢個唔單止係新玩法嘅增加，更加係一場深刻嘅博弈革命。佢標誌住澳門賭場唔再滿足於被動靠傳統優勢，而係開始主動、更深層次咁介入同引導玩家嘅心理同行為。要真正理解呢場變革，我哋必須深入到賭台嘅微觀操作層面，去探尋嗰5%佣金背後究竟藏咗點樣嘅營運困境同玩家痛點。傳統百家樂嘅5%佣金制度，從純粹數學角度睇係完美嘅，佢精準平衡咗莊家因為補牌規則產生嘅微弱勝率優勢，確保賭場長期盈利。不過喺實際物理營運入邊，呢個制度卻係一個唔折不扣嘅效率殺手同體驗破壞者。想象下澳門賭場入邊一張高端百家樂台嘅典型場面，氣氛緊張，玩家屏息以待，巨額籌碼喺莊閒之間堆疊，開牌莊家贏。此時本應係牌局最流暢嘅結算時刻，卻戛然而止。荷官必須停晒所有動作，開始心算或者用計算器清點嗰5%佣金。如果投注額係10萬，
佣金5000仲算清楚。可如果投注額係175000蚊呢，或者玩家用咗各種唔同面額籌碼嘅時候，計算就變得更加繁瑣，涉及大量零錢找換。呢個過程短則10幾秒，長則半分鐘。喺賭場營運者眼中，呢每一秒嘅停頓都係真金白銀嘅損失。一張賭台嘅核心考核指標 KPI 之一係每小時處理牌局數 hands per hour。呢個結算嘅摩擦點或者瓶頸，直接導致翻台率大幅下降。更糟糕嘅係佢喺玩家心入邊製造持續嘅心理摩擦。賭博本係一種追求即時反饋同流暢體驗嘅活動，呢種計算過程好似喺高速公路上設咗連續減速帶，粗暴咁打斷咗玩家嘅心流 flow state。贏錢嘅喜悅俾繁瑣計算沖淡，而輸錢嘅沮喪就可能因為等隔離結算而俾無謂延長。另外呢個環節亦都係人為錯誤嘅重災區。荷官喺長時間高強度工作下，一旦算錯，無論低算定小算，都極易引起玩家質疑同激烈糾紛。呢種糾紛唔單止再浪費時間，更加會嚴重破壞賭場嘅信譽同客戶關係。因此，從營運效率、玩家體驗同風險控制3個維度考量，廢除呢個普遍性嘅5%抽水制度已經勢在必行。幸運6嘅免佣規則正係針對以上所有痛點提出嘅解決方案。佢好似一位高明嘅外科醫生，精準咁切除咗嗰個引發梗阻嘅5%。賭場向玩家傳遞一個極其誘人又易明嘅訊息：由而家開始玩百家樂唔使俾任何佣金啦。呢句口號嘅魔力好大，免費係商業營銷入邊最強大嘅詞彙之一。佢瞬間消除咗玩家心入邊最大嘅芥蒂，牌局節奏變得前所未有嘅流暢，荷官壓力大幅降低，翻台率顯著提升，玩家體驗亦都隨之改善。呢個睇落去好似賭場向玩家做咗巨大讓步，係一場雙贏。不過賭場絕對唔會放棄自己嘅核心利益，嗰筆免除嘅佣金，比以一種更隱蔽、更極端嘅方式重新植入遊戲結構。當莊家用6點贏牌嘅時候，賭場只會俾玩家投注額嘅50%，相當於抽咗高達50%嘅佣金。呢個設計嘅精妙之處係於佢利用咗人類心理學上一個著名嘅認知偏差、顯著性同可得性嘅差異。嗰5%佣金係萬刀子割肉，佢每一局都可能發生係一種高頻次、低痛感嘅慢性折磨，因此喺玩家心入邊嘅顯著性極高，令人時刻唔快。而莊家用6點贏牌係一個相對嘅小概率事件。佢帶來嘅50%抽傭係一種低頻次、高痛感嘅急性打擊。人類大腦天生唔擅長處理小概率事件，玩家會好快忘記上次俾6點抽水嘅劇痛，卻會清楚記得自己喺呢張台上享受咗無數次免佣嘅快感。賭場用一個偶發嘅劇烈嘅痛點換取常態嘅流暢嘅愉悅，玩家喺心理感受上攞到巨大滿足，而賭場喺數學期望嘅總賬上卻分文未失，甚至因為翻台率提升而賺咗更多。呢種痛苦管理嘅策略，堪稱行為經濟學喺博彩業入邊嘅典範應用。不過，如果僅僅以為幸運6只係一個營運優化同心理安慰嘅工具，就遠遠低估咗賭場設計師嘅深遠佈局。免佣規則嘅變革，更重要嘅作用係為真正嘅利潤引擎。幸運6附加邊注鋪平道路，呢個先至係整場變革嘅核心所在。賭場深知僅靠嗰1%點幾嘅傳統優勢嚟慢磨，已經滿足唔到資本對利潤增長嘅渴求。佢哋需要一種加速器，一種能激發玩家心入邊最原始投機慾望嘅工具。傳統百家樂嘅1:1賠率，對追求高風險、高回報嘅賭徒嚟講，顯得太過沉悶。於是幸運6邊注比設計出嚟，佢作為一個獨立嘅衛星遊戲，寄生喺主遊戲之上。
佢向玩家提供一個樂透式嘅夢想，用好少嘅投注，通常有最低限額去博12倍、20倍甚至50倍嘅超高回報。呢個徹底改變咗百家樂嘅遊戲人格。玩家咧而家可以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喺主遊戲區，佢哋係理性嘅投資者，喺莊閒之間做低風險嘅價值判斷；而喺幸運六邊注區，佢哋搖身一變，成為感性嘅夢想家，用零花錢去買一個奇蹟。呢種心理上嘅賬戶分離，等玩家可以毫無負罪感咁去參與一個賭場優勢高達15%甚至更高嘅超級陷阱。佢哋會自我安慰，主投注我係認真嘅，呢個邊注只係玩玩啫，而賭場要嘅淨係呢一種玩玩啫。呢個邊注選項好似一台高效嘅多巴胺注射器，佢為平淡嘅牌局注入極高嘅波動性。玩家唔再只係關心輸贏，佢哋開始期待嗰個特定牌型嘅出現。當荷官開出3張牌組成嘅莊家6點時，無論主遊戲輸定贏，嗰個壓中20倍賠率嘅幸運兒爆發出嚟嘅歡呼，將瞬間點燃成張賭台。呢種強烈嘅正面反饋係傳統百家樂提供唔到嘅。呢種點燃效應正係賭場設計師追求嘅社會傳染。當一個玩家喺眾目睽睽之下，用100蚊籌碼換翻2000蚊甚至5000蚊嘅時候，呢個暴富場面會產生一種強大嘅可得性啟發 （availability heuristic）。喺場嘅所有人，佢哋嘅大腦會即刻俾呢個生動剛剛發生嘅成功案例佔據。佢哋唔會去計算呢個事件發生嘅真實概率有幾微乎其微，佢哋只會記得嗰個奇蹟真係發生咗，而且就喺自己眼前。呢種眼見為實嘅衝擊力遠遠超過任何冰冷嘅數學公式。於是，一種錯失恐懼 FOMO 開始蔓延。如果我唔下注呢個邊注，萬一下一把嗰個奇蹟發生喺我身上，我唔係錯過咗。喺呢種群體情緒嘅裹挾下，原本可能對邊注嗤之以鼻嘅理性玩家，都會開始順手押上一啲呢個啲匯集起嚟，就變成賭場一個極其穩定且龐大嘅新利潤來源。賭場唔使做任何宣傳，玩家自己就會成為呢個新玩法嘅義務推廣員。而當莊家一邊嘅幸運六大獲成功之後，賭場將呢一套成熟邏輯完美複製到牌台嘅另一端，就誕生咗幸運七。呢個係一種必然嘅戰略延伸，佢針對嘅係嗰啲始終偏愛壓閒家，因為唔抽水嘅傳統玩家，透過設立閒家7點贏嘅對應高賠率，賭場完成咗對牌台嘅全覆蓋。而家無論你係莊家嘅信徒定閒家嘅擁護者，總有一款為你量身訂造嘅暴富陷阱喺度等緊你。幸運七嘅設計甚至係更激進，佢引入咗超級幸運七嘅概念，例如當閒家以特定方式，例如3張牌7點擊敗莊家嘅特定牌型，例如6點，而且總發牌數去到6張嘅時候，賠率可以飆升到驚人嘅100倍。呢個100倍嘅數字已經脫離咗博彩嘅範疇，佢更似一個神話。佢喺玩家心入邊種下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嘅夢想，而呢個夢想嘅誘惑力足夠令無數人飛蛾撲火。賭場等於喺一張賭台上同時經營2種生意，一種係低利潤高周轉嘅百家樂超市主遊戲，另一種係高利潤高誘惑嘅奢侈品彩票。邊注，我哋必須將視野拉得更廣，由澳門博彩業嘅宏觀戰略層面嚟理解呢場幸運數字嘅革新。澳門嘅輝煌建立喺對百家樂嘅極致依賴之上，但係呢種單一產品依賴症喺面對日益激烈嘅全球競爭時，顯得尤為脆弱。